任何拢印出来。让我讲袂出来。就咱因安尼个顺啊吼，真正咱人受良心，所以你爱相信讲民主一指点，就是要互咱发现咱的良心，因为迄个良心吼，就是咱人底就是有一个线哦。然后太子也有讲哦，这个王哦，你顶悬若再加一点，伊会变啥？主哦，你爱家己会做主哦。如果讲你家己袂做主吼，就是目睭安尼撇开，随在人乌白带，安尼叫盲相，叫邪念。咱在这讲的道理是要找着咱的良心，家己找着倒来，然后家己就会做主啊。若无话对伊做主是足惨的。你拄仔像要互绑架，你用绑摕去的啦。今仔日互他要报告的，其实就是安尼啦吼。所以在修经的法门内底吼，其实互我甲咱分享一段话啦吼。这个咱老师甲咱讲的啦，因为这画面足清楚吼啦，互我再念一遍，安尼较清楚。互我拄则伫后壁看，伊是看起来可能较会反光吼。其实修道足平凡。修道毋是会飞天，会种地，会有神通，会讲相命，会拢毋是吼。修道伊足平凡，就是调伏家己的起心动念。我拄则就讲过啊，起一个念头，咱就爱感受着讲会正对哦。那安尼即个修行啊，已经道行真悬啊，迄伫33年内底，毋知去到对一天啊吼。迄修持吼，是真正来看内心内底的哦。然后关照自己的念头，互我来介绍一部经典吼。一部经典叫做《自青阳到阿兄》，较真啊好，几乎是逐位都一定吼有调即部经啊。即部经叫啥物经？咱敢记袂记？我看咱去内底看袂。即部经叫《心经》。我有去到过，拢一定会看着心经，所以甲咱证明修道就是修即条心。心经的第一句安怎念？咱敢知影？观自在菩萨。所以观吼就是内观。我拄则讲花时间袂久啊吼，所以免写吼。观就是用来内观咱的起心动念，内观。咱的种种的即个思想，若看咧，看是用我看着福真理，我看着天道，我看着坤道，我看着即个福真理的太太，金珠安尼啦，互我伫遐个名念袂出来咯。看着互我熟悉，咱就是目睭向外看出去。所以人家观看这两做伙，观看。但是若要分析你伫观吼，伊其实你看心经第一字就甲你放落啊。修行爱向内底观，观自在安尼。有伫个无？对一个良心有伫个无？你讲即句话敢有下道？你即句话敢通过？你即句话讲了好无？咱一个想吼，安尼听，咱爱甲即个真理吼，安体会就是讲，要互咱日常来观看咱家己。因为会观才会当修。咱若不清不楚啊，你要安怎修咱的业心？对毋对？毋知影啊。该讲无该讲讲啊。我说了算，我先说了再说。哦，那还得了哦？那个不得了。所以修行人吼，伊是境界真正就是啥？因为伊有观自在。即观自在会做菩萨咯，所以观自在菩萨。再来爱田亲，咱真正正确的过程，拢要甲咱训练哦，田亲，因为咱会当出来就是行出来啊。行出来敢有道本较好啊？行出来了后咧，爱听较清丽，安尼才叫田亲，才会当照见五蕴皆苦，安尼度一切苦厄。咱敢有苦，拄则已经讲过啊吼。苦呢，这苦要怎度？爱看心
是毋经安怎讲，但是有心经，若无心法，嘛袂当度一切好个。当时青年人也是安尼，因是先修而后才定，因共款有即生活。咱即马咧是先互咱得着啊，来爱修，咱敢有咧修，重点就伫遮啊。你若想互我感觉讲，较少年的时阵，较袂晓修，较老的时阵无好修，到尾啊拢去修安尼就对啦。毋是怪道无好，毋是怪人师弟干面，毋是怪前辈者无慈悲，而是咱来怪咱家己咧。咱家己有付出无？咱家己有付出无？这足重要。这因互我记得着即句。你对道场有付出无？为虾米你打求道场要互咱虾米？老师了，咱得着虾米？要互咱有感应，要互咱有保庇，咱有付出过无？是无？所以来讲，你要学会付出。伫修道来讲，伊叫布施。哪怕你是帮忙办了伊啊，收一个啥货，做一个啥，这拢叫办道呢。你当知啦？你护持即个道场的任何一件代志，迄拢叫付出呢，迄拢叫办道呢。但这有可能较容易，若修即条心呢，较难哦，这叫难哦。所以，互我慢慢会交咱分享啦吼，这关照家己的念头。所以心经吼太重要，心经是法界，咧讲法界内底伊一个经吼，特别甲伊摕出来，才200几字尔。咱刚才互我讲，互我一个经验嘛，经典有偌好啦吼。你想啊，拢知咱的傅真人，伊拢讲啥物经？金刚经。所以互我足佩服伊的啦吼。我来讲，甲互我感觉讲伊足高水的啦，讲金刚经啦吼。结果互我有一个经验哦，互我伫是2020啊，是今年，然后互我去佛光山，你行哩，毋知是念啥物色啊，啥物殿啊吼，伊就是要叫人读心经的，你读心经有证据哦，伊会分单互你。你爱读一遍做一个记号，读一遍做一个记号。一个人吼100,800，我拢总去几个人敢知？6个。然后当互我去接的时阵，无互我心内就已经拍算好啦。即件代志全部拢由我来做，因为我无咧上班，尔上伊的，所以互我就准备讲，一张100,800，咱6张几遍，咱648遍。互我就即个你也叫愿啦，互我讲好，互我本地有理足简单啦吼。结果呢，头仔还开过呀吼，赶咧9个进前哦，我甲讲你用喙念伤捌，要用啥念？用心念。互我若是用心背一届的心经，毋免到40遍，因为为虾米呢？互我去用训练出来嘛，648遍。互我尾也足感谢另外迄5个家人就对啦。所以训练是安尼，有时你感觉讲毋对哦，辛苦哦，我吃亏啊哦。其实毋是，伫你吃亏内底吼，你会得到，但是你家己毋知影。所以咱就是要修持哦吼，所有的智慧开起是清清楚楚。所谓不吃亏，其实不对。所有的佛拢咧食亏，咱的老师拢咧食亏，咱遐凡师傅真是恁拢总咧食亏，啥咧获得，对无？所以讲付出施与得之间哦，其实一种微妙，有可能失就是得，得咧就是失啦哦，是安尼哦。这是我讲到遮，甲咱做一个参考。所以这心经互我自从背648遍了后，有够一心得的啦。这样你知影讲原来心经是咧讲安尼哦，因为伊的灵幻金刚经连字经拢是相通的嘛。所以即马互我若要领负责是讲金刚经就较简单啊，因为迄拢咧解空，搁内底有足济啊，包括所有的好嘛，所有的地理拢伫经典内底，所以咱
因为要修咱这粒心，也无经济，法律无够，互我当安尼讲啊，法律无够啊，当会当修善尔，我都修道，道交善事是无共款的，就是一开始互我讲的，好心交心好是无共款的吼。好，互我发觉讲吼爱讲较紧，所以无心肝，爱想看卖吼，咱有一个良心本性，咱爱甲生活会当家己做主吼。然后我想要用，可以吗？修道修心吼，因为它这个比较稳好一点。了解哪吼？恁叫困一下。对。你这个滑鼠刚学的，有时候是滑鼠的问题。滑鼠，应该是滑鼠。哦，啊，因这个经典来甲咱做参考哦。其实这个静心就是心好的一种表现。啊，心若静无，头前后壁。就拢顾会着啦，你要心正爱有头前的讲，就是你爱会结婚，啊有弟弟，啊来个生意。安尼人若心正，你自然你就会心有修心，就讲修心养性，啊修心养性，啊肝会济。哦，你即个肝吼，就你家风哦，因为你即个是大人，你即个领导者伊是吼。会互人会吼安尼会效法的，因为你修好啊，会济家会治国会平天下，这发生伫啥物时阵呢？发生伫尧舜禹，这三官内底身上哦。自古到现在，朝代都是做乱的，有啥物呢？因为上不前下就歪。你宫廷，你的宫廷内底拢要争权权利的，拢安尼互相争争啊。兄弟姊妹甚至是皇后会夺皇帝呢，拢是为着要争即个权利，天下自然大乱啊！因为上不前下就歪啊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下袂晓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唯有在尧天顺利的时阵哦，才会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听讲伫顺帝的时阵哦，落雨拢着暗时啊。若到尾时哦，落天，咱人是需要雨水，若无着雨，咱地球就无水啊。所以吼，上天哦，风调雨顺，暗时落雨，因为暗时咧人咧困。你是爱做是，你早无做就无通食，了囡仔无共款，咱囡仔无做是佫有米通食，因为有钱通买。伊早无好，种啥就食啥，无像囡仔。所以当时咧顺帝时阵，即个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若咱即个时阵咧，咱人的心敢有正？毋是无正尔，歪去啦。安怎歪？你敢知？伊是极端的哦，极端的，敢捌听过？所以即马的气候咯，极端气候，落雨的落甲，叫唔敢。咱台湾的雨就袂来。你若看新闻就知吼，阮高雄的雨拢落袂来。伫2029的时阵，阮高雄佫会遭水灾。当然，若是咧瞬间的暴雨吼，就伫对一县市拢一定水灾的啦。但是阮高雄今年哦做欠水的，为啥物？因为雨就袂来安怎呢？伊就是有迄个雨帮，那乌啊会聚集无？若伫2029以前无，你走袂赴。你若拄着咧，你穿雨衣就穿袂赴，雨衣就是像迄瀑布安尼啊，一个用倒的啊，迄个吼，去平我拢免走，因为伊落袂落来。规个气压拢调的，有够热的，热甲伊雨就是落袂落来，叫做极端的。足极端就是讲，这无正常的啊。大了咧，搁尼泊尔，搁入
本的九州咧，吼，大家叫唔敢，水淹九州咧，水灾有够可怜咧，迄厝拢铺倒在水顶咧，尤其是即个，现在咧雨落袂停吼，最近可能有敢落，伊种极端，若热的就甲袂停，啊若阮高雄讲唔热的唔热，安尼人较敖啊，天较敖。ครับ 天上头吼，所以咱的做说叫做天道，这是天直讲的哦，上好啊吼，甲咱直接因缘不所谓直气人心的哦，啊若老你建成你的生活的，所有是正心来吼，啊你一家的父母若心静，你的子女你都毋免惊伊安怎，所以一切伫心出了问题吼。这小孩的见面啊，咱听听人讲哦，啊若安尼讲，毋得吼，像佛人，我无脾气，无毛病啊，啊无啥物，毋是安尼，咱真啊无即个功夫吼，咱就是慢慢来练的。所以讲吼，经常甲咱讲吼，其实咱人拢有七情，咱人有七情，啊毋过即个七，当然啦，讲着用吼是用着较无好啦，但是伊是在咱的修持啦吼。讲是欲望嘛，毋是欲望嘛，因人而异啦吼。所以吼，我就无讲即个，又是七情啦，拢有喜怒哀乐、爱恶欲嘛。但是即个七情喜怒哀乐嘛，还袂发，伊就是为一中，伊就是属于是在道内底，伊无好无歹。但是若发咧，爱重视。安尼就叫做和，这个中和之道，毋是讲咱拢袂通啊。比如讲，孔圣人捌生气无？无。孔圣人捌生气呢？伊生气吼，咱爱一个人，迄个人叫消静嘛，因为即个人无太冷静，啥物恶意都有就对啦。即个人若无太鲁国袂太平啊，所以伊一生气就甲太掉啊。安尼伊敢有犯罪？无咧，因为伊发是重责的哦，伊毋是为着家己的哦，是有需要的吼。啊，所以咱慢慢去体会，咱有时阵吼会生气，咱会想讲我生气敢有哈？若是讲我想要啥物，或者是讲我讲了啥物，或者是讲，但是即寡咱的日常，倒是伫日常内底咧修炼的，咱咧敢会严谨。啊，比如讲。我若话讲毋对伊啊，是已经讲过，但是我会知影啊，拄则讲伊误会，无会啥对啦吼。啊是讲交前辈才做伙，这话应了无解好啊，吼哈，咱爱去有迄个观的功夫，你爱了解，后摆就爱谨慎啊。咱毋是讲阮袂去完掉，但是伊的宝贵是，咱若是有即个有学习，咱观啊，你爱反省会了解，然后咧爱想办法改变。啊，当然有可能犯搁犯，但是你只要知影毋对，是着机会。修心是安尼修的啦吼，毋是讲我心拢修好啊，安怎样啊？毋是啊，伊这上好的咧就是啥啊？就是迄个疏通坡，哦，咱记疏通坡的咧，疏通坡毋是甲佛定上师比吗？啊，拄则老师甲咱讲安怎？我们不与人家。争强斗胜吼，啊！即个疏通坡拄啊倒边，因为即个到尾也是成就大仙啊，有一天吼伊真正开启原理位啊，真正伊也修到大仙的果位诶。咱咧拜是拜即个各位大仙嘛，苏东坡是在里面的咧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伊一天吼，感觉伊修了好，伊就惊佛印上师安比较啊，啊人佛印上师敢有咧交伊比？无啦，迄个大智慧、大天王人，伊哪会交伊比？啊，咱老师就安尼甲咱教，咱若看着伊，咱爱怎教？啊是人甲咱讲啥物？我们不与人家争强斗胜。你要听变呢？你嘛讲我经验准百好，我啥物经拢把你交变，袂严谨。我们要低下头安尼啦吼。迄是因为互我的弟弟就是受佛教的菩萨教的，伊嘛拢教啦，互我讲啊。恁的这个外分拢佛教啊，嗰啲圣人啊，互我会甲恁啥，互我拢念念，互我拢念念吼。啊，伊咧讲实在伊讲，因为你家己讲袂清的啦。迄宗教有人真地就是安尼啦。迄宗教的信仰有个人讲，迄叫洗脑啦，迄是做无好听。啊，我人
袂记老师讲的即句话。那有时阵袂记就会叫人记啦吼，若记条条拢袂啦。去考即个苏东坡吼，真正有一工课要交有人笔啊，伊就写安怎？第一句就袂记一个。感谢父亲的指点。天秀天外天，福公照大天。啊，搁第哪句咧？北风吹不动啊！还有一个讲出去阮大边顶个道场，讲一个题目叫“北风吹不动”，迄英文是啥物代志？咱敢知？地动。哦哟。你咧讲课时就是地动吼，太趣味啊！啊，无啥意思，我是安尼比如啦吼，伊是无先闹跑啦吼。北风吹不动，温者七金人吼，真正是天台造惯的啊！啊，袂通只人讲2年嘛，对不对？所谓的道修炼其实是安尼，人讲上天看你粒心，你粒心要安怎交心会感应？一角的啦。啊，当然咱修行咧讲神通啊吼，啊，所以就是爱会中和，有中和之道，这是证明哦，所谓的修道修心哦，修道就是修咱这粒心尔吼。所以互我要摕4种心来甲咱报的。啊，这4种毋是我讲的哦，这是圣人甲咱讲的，因为咱若有这4种心，心就拢无正去啊，就是以即个做大台，所以互我会摕大学来甲咱做功课吼。大学内底甲咱讲哦，修心爱正咱的心，就是讲咱的心爱互伊好啦吼。啊，如果咱的身躯表现出来哦，若有迄个愤字，讲伊较简单。啊，若带迄个做愤气，剃头的剃的意思啊，伊即摆伊就是生气的意思啦。有时阵咱会生气呢，咱捌生气过呢？互我若咧生气的时阵，互我会想讲，我真正是咧生气啥货？你爱搞清楚，咱若咧生气的时阵，你要先想讲我咧生气啥？啊，咱一定爱用生气的嘛。啊，生气的安怎？生气的伤害家己咧。生气哦，会互咱大脑好的细胞哦，把它杀死咧。啊，所以你看咱的弥勒佛是毋是拢笑？伊敢会生气？袂啊，你搁较无伊嘛袂生气。伊搁替咱想哦，你甲我拍即边啊啊，安尼较平衡啊，对啦吼。啊，你要甲我拍，我倒倒要互你拍，袂你做偌忝。哦，这是咱弥勒佛伊度量，伊即个应运的祖师啦。啊，咱敢爱学，咱爱学啊，敢要学？哎，学了一句话就袂堪一啦。搁你讲互安怎拍一个哦，杀一个哦，哦，一个面色就拢袂堪一啦。所以功夫哦，伊无伫喙的。功夫日常爱安怎爱练？咱若要练得上天，就甲你练啦。哦，啊，若是每讲过一堂课，老师就练功夫啊。所以互我讲，互我不是咧老师修理，就是安尼。咧讲修心，伊就是一个境吼。有时是吼，啊袂讲就先练练诶，啊有时讲了就开始练安尼。啊，你功夫才会好，所以毋免惊考验哦。考验是上天看你有担，上天若看你无够，但是讲看担无担啊，就是迄个资格论啦、条件说啦，伊是咧审核的啦吼。若是读台湾大学的、台湾大台的科系单，那读师大的科系单，那幼稚园的、那小学的，迄科系单拢无共款吼，所以卖比较，但是爱互相帮忙，安尼就有影吼，爱互助啊。啊，所以讲生气啊，啊，若咧生气的时阵要安怎？咱会问啊，若咧生气，就一定会生气。啊，咧生气的时阵要安怎？你爱赶紧2言8分闭，2分开，紧去找主人。所以咱若要修自然观，也是会晓修行的。大家啊，功夫爱练，一天3分钟，要放进前就好啦。
其他你拢正常，毋是伊在修行啊，伫遐坐上不用。哦，啊一开始讲老师的法门的速度亲像啥？亲像飞机遐紧吼，用飞非常的紧。啊，再来咧，啊，我袂晓手诶，会手无？伊讲我若咧手诶，拢像咧倒机诶，安尼就艰苦。好，安尼先莫手诶。啊，无理经验五个音，你感觉会理解？啊，若伫心内有个舌大音小，舌底上呢，啊，想迄五字，啊，你敢有即困难？足简单诶嘛吼，但是效果非常好，你赶紧诶用第二本。真诶啊！啊，慢慢啊修，慢慢啊练，慢慢啊修，慢慢啊练。老师绝对袂要求咱讲哦，啊是咱诶负责人讲你安尼真正袂正，咱诶先人讲甲咱讲偌严袂啦，伊拢会甲咱讲慢慢啊来，慢慢来，不怕慢，只怕站，更怕向后转安尼尔啦吼。慢慢啊修，慢慢啊练啦吼，安尼就得到艰苦。所以上去诶时阵，三宝心法就摕出来用。三宝心法是要互咱修啊，无像咱数三宝要做啥？要弘扬化嘅有时阵袂赴的呢。啊，好多时啊，若有咧受持，自然大师法、小师法、无师自然弘扬化嘅啦吼，这显化非常的济啦。无像比讲啥，只爱讲恐怖，恐怖就是代志发生啊，会让咱会惊。这惊起来，咱有一种袂叫恐慌症，你捌听过无？迄正感就是拄着代志就恐怖，拄着代志就惊，到尾啊会得精神官能症，甚至有诶是与生俱来是半体质诶，啊，搁加上即个后天诶失调，迄是太可怜诶病哦。啊，所以咱不同时啊用三宝心法，嘛会当用咱即个身体健康哦，就是讲你时常去甲修持。啊，若办道就来听，啊，如何会晓修？安尼做者全部应该有诶病吼，咱就袂知着。咱敢知咱即个时代真正上严重诶病，就是叫做精神官能症，因为伊无医院通去医，伊敢会当控制尔。啊，有时阵药物愈食愈重，愈来愈严重，安尼要安怎？有诶人是靠信用来救啦。啊，所以咱诶预防胜于治疗嘛吼。咱即条上天的心团，除了会互咱开智慧，咱若好啊家，佫会互咱的身体健康，这是事实的啦吼。以早吼我的体力真正无遮好啦，我以早时常来天天谈干咳呢。啊，你出世时啊，所以你若捌听过，可能拢经历伫一啊。但是我即仔咧讲话的迄个气吼，是讲，你毋好讲伤大声。我的耳孔吼站袂住安尼啦，迄个气吼较足啊，啊为虾米呢？你着修心、修心、修心、修到吼，迄个心贪心的较少，啊好心的较济，啊你的气自然就好，气场就会好。事实啦，这身体的健康吼嘛是会当练会当修啦吼，啊所以这我是讲心中你是做一个参考啦吼，咱得着三宝你爱。会晓起来甲，互咱的身体健康，啊万事如意，啊考试是一定有诶，啊若无考你哪会好吼？啊所以要恐怖，但是就已经我想啊，你惊敢有效？无效，但是伊会变成体质哦。所以讲吼，身体若无好，情绪就无好，伊是有关联诶。啊体质若愈好，显得会愈好，所以心好就好是事实诶。啊，咱着爱甲心修好，啊心要修好，你也知影讲你真仔咧起啥物心？比如讲恐怖起来啦，你嘛共款会当用三宝心法，尤其是迄个无理精严，所以咱在念的时阵拢会念安怎？弥勒祖师妙法无边，务必众生忏悔，佛且改过自新，同住天堂。啊，弥勒祖师的妙法是什么？诸多的含义啦吼。啊，你看五字是啥的名号嘛？啊，所以迄互我嘛做有经验的，这是事实啦。有的人吼，伊甚至吼真正福报甲讲伊若咧无困啊一用第二个就困去啊，这是伊的福报啊，这是伊修来的。啊，咱着个人修，个人毋得来。
个人的功课，个人爱家己做，吼，总是有付出，有一定，有去上班就会当领着薪水安尼啦，咱就是加减好啊，加减仔听啊，加减仔收，好啊来做安尼啊吼，所以这是在痛苦的部分，所以现时代人吼，为虾米这气候安尼变化遮大？因为人心的变化伤大啊，因为咱即仔的人的心叫极端的思想，你思想拢是极端的呢。你若像迄个南韩吼，这是特长课我的家己的即个感受。南韩的人做爱自杀的就对啊，毋知是体质，还是因的民族性吼，我嘛毋知。伊若是拄着困难就自杀，所以讲今年以来自杀有够济的就对，有出名无出名吼。拄着代志，了吼，因的首都首尔的市长无拄着问题嘛是自杀。安尼种宿命归命途呢，咱若有一个熟悉的命运呢，咱若无修无改变的时期无，拢照安尼行，互命运照命运咧行。咱的讲三宝的讲说甲咱讲，今仔日你去求着的有机会，爱讲有机会改变咱的命运啊，毋是一定会改变。你个人修个人一个，我若毋修会改变吗？无可能嘛吼！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，也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这才是要讲的啊。所以讲吼，迄若讲安尼就伤袂实哩啊！你一定会，你爱先治了后爱修啦吼，安尼才有可能啊。再来讲好落来，还是好熬，伊的正音叫做熬啦，熬山熬水，就是讲爱去游山玩水，有一个兴趣。若有所吼，迄伤喜吼，伤喜意的，伤欢喜的，迄心有影无正咧。做爱佚佗咧，做爱安怎？爱一个兴趣起来吼，迄有影咱咧修的功课咧。做爱做啥物诶？咱咧爱就是一个重责，还是讲就是一个重用啊？因为你发出来重责嘛，你就讲，互我一世人拢我去旅游过啊。若出国无去钓定，钓定要操兵，迄就是咧旅游讲，互我应该是去年啦吼，有机会交负责人去香港嘛，交即个负责人的太太。咱台外出去香港吼，伊咧钱吼，伊咧厝讲算一块瓷砖、两块瓷砖偌济钱，就是讲厝够贵的啦，所以所在咧足贵啦。互我逐工吼，咱讲俗语讲设立负责人迄间，跟他们混在一起安尼啊。若无你个立足之地啊，伊规间拢人啊，逐工拢规间拢人啊。所以拢听负责人伫遐开销就伫遐讲笑，所以变成我咱讲哦，感情足深安尼就对啦，意足熟的就对啦。所以讲哦，我真正毋捌去旅游，结果伊今年生意拢无办。有的讲说哦，足轻松，半年都毋免功课，都毋免准备，有够放松的。结果阮的囡仔就讲，紧的利用即个时间哦，我甲伊讲，你的爸爸吼，即世人，阮住伫台湾，阮拢毋捌去过阿里山，毋捌去过日月潭，毋捌去过倒个台湾拢毋捌去过，但是阿里山上出名嘛吼。伊即个囡仔做有学。有一天，转安排吼去佚佗阿里山，就拄啊饭店礼拜哦，拢无倒无免讲课的哦，足放松安尼。我倒来哦，佚佗敢有永远？无啦，上济就是2暝3天安尼尔，你毋倒来，你要付出代价哦。倒来了，你敢知影我拢咧想啥货？想阿里山嘛？毋是。拢咧想迄个饭店的早顿，伊拢互你食甲饱来，素食的有够济，我拢想讲，迄早顿真正有够好吃来，人拢帮你准备好来食，无咱伫厝的早顿嘛拢做凊彩，对毋对？我煞会去想这饭店的早顿，我想想讲毋对呢，安尼毋对，这有所好工，就不得其邪啦吼。安尼有种功夫呢，安尼毋
想咧，小我想一个就好啦，毋好想济。我常常过一世人去一遍尔吼，因为若阁有班正常拢在操兵，啊是无可能去，而且拢毋捌去过阿里山安尼吼。啊，这是互我日日啊，以此类推。哦，有诶人做兴趣创啥，毋好过多，不要沉迷啦，因为时间很宝贵，请不要浪费，毋好浪费伫无重点诶代志咧管。一开始互我讲诶嘛，一定爱抓重点，没有抓重点，时间很宝贵，时间很短暂，我们把它浪费掉了，会无得来啦，因为时间是说无钱诶吼。你诶18岁永远袂过来啊吼，哪有80岁咧等咱啊？无18岁啊吼。好，上尾来甲咱讲第4条先叫做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情。这忧患是安怎呢？我感觉讲。忧患就是代志啊，著发生，但是咱大遐操完，大遐欢乐。但是专家甲咱讲诶，你操完100件哦，会发生诶上计是2件、3件，伊有比例诶咧。但是咱嘛要继续烦恼，啊烦恼哪会快活？烦恼是艰苦咧。啊，有时是咱诶功课吼，啊咱爱想办法。所以上好诶办法，无论对一种心诶发生。咱只要用3个循环，咱就会得到平心静气。所以咱来求道上尾拢讲，眼看佛灯，啊无就讲平心静气。气就是咱的这个修行最好的法门啊。眼看佛灯，你要看什么？然后平心静气，咱的心甲气要安怎平，要安怎互静落来。这就是修心的功夫咧，吼！啊，这是互我因这个经典甲咱讲，咱会想讲，心真正遮歹修吗？咱感觉心敢有好修？无，互我讲太难了，这是互我讲实在话啦，讲某讲吼，太难了。你若听到一句歹听话吼，你会静咧，心会平咧，难诶吼，你随着印出来，然后互我无。印出来啊！所以修行爱学一步这个功夫，忍辱，会忍嘛？啊，爱这个功夫，然后慢慢是印出来。啊，因为啊是冤家足严重诶，有诶为着一句话，当命就无去啊，对无？啊气啊！你气哦，会去牙母气出来呢。所以修行吼，实在是讲伊诶命，讲伊诶好，讲伊诶尊贵吼，啊实在是讲袂完。因为伊会当解决人间轮回内底所有诶问题，只要你有智慧。啊，智慧伫倒来？伫倒来？只要咱有道。啊，所以咱要坚持着道啊，起码爱来个修，所以爱修心，这样子啦吼。啊，心吼因为它太难了，为什么专家在写吼？我阿讲互咱听啦吼。最难的突破是心的，因为这话袂过得简单。最难的突破是心的成长，最苦的挣扎是心的执着。啊，若无社会哪遐侪按拼啊，执着啊，伤执着啊。最沉的压力是心的枷锁。最快的解脱是心的放下。我修行啊，要放啊。一条袂当放啊，万般拢自在诶。这是名言，但是要做出来咧练诶。一条若放啊，万般用去自在吼。最高的境界是心的智慧，最宽的净土是心的涵养，最高的享受是心的清净。所以你看，诸佛菩萨拢是清净诶土。清净的发心分，那是上难的啦。然后最美的人生是心的觉悟，所以咱来入班吼是，迄一届吼，咱会有体会，迄个感悟咧，一届你知影道的尊贵。啊，如果若来吼，倒去有感觉，安尼吼，大了讲吼，你白搭了呢，你来有礼拜人来啊。感觉啊，无显化啊，无感觉生啊，啊，感受嘛无
声吼，哇，那就足可惜的吼。啊，所以代表讲，咱有即个福在伫遮，咱爱甲咱的肺吸出来，安尼会福气双收哦。那坐大只哦，讲伊无福报，会坐大只哦，实在是太难了，是咱家己毋知影呢。老师在讲看重自己呢，互我讲，互我一个信呢，互我有一个妹妹，之前捌走，互我来遮上课哦。伊的女强人，但是哦，女强人的担济嘛。伊个报喜啊，报喜就会得福报啦。但是你要叫伊坐，迄条伊也想要有奖安尼啊，坐袂掉啊。伊哦，咱前半年哦无课咧，但是伊的先生哦会甲动嘛，我会换在就对啦。伊拢上大夜班，所以暗时拢无伫厝，但是咱有当作无班啊。结果到互我想着家己叫讲，你即摆伊上大夜班，你拜六时啊，你会当叫我去大医院啊，我才来甲你载。结果吼，伊甲互我讲安怎，你敢知？伊讲这啊，我甲你讲，伊已经转正上班啊。我袂当来坐呢，所以互我深深的感会当坐伫倒，咱的老师的道场，互我拢感觉伊是只福报够大的啦。有时哦，人讲人在福中。不知福啊！迄福吼，较险伤过头啊！为啥物呢？我来遮拢咧困呢，我来遮也咧注意听，我来遮就诸多点，安尼咱若无珍惜福报，若险了吼，咱就无机会再来坐啊呢。阮大面顶有一对母仔囝坐伫遐吼，拢咧困呢，伊妈妈拢咧困，伊拢坐伫学校的边啊，但是伊是身体就是有毛病，来有当哦，安尼是可困的吼。我想讲，伊其实拢无困嘛，可能互伊困了啦。伊若当来遮困哦，嘛是一个福报啦，袂要紧啦。结果咧，即摆敢阁有去咧坐？无机会啊，真正啊，坐你不就是一个福报，请你好好啊珍惜啦吼。他的机会不多啦吼，不要浪费掉了啦，因为这个修心其实哦是一门足深的功夫，这门爱安怎？一门深入嘛吼，就爱上课甲上课，听甲听，听100摆都袂体会，莫讲无听。一般人无我心好就好啦，你毋知影啥物叫心好啦。就爱有研究，甚至有时阵嘛无机会通去研究啊，无踏入这个老师的道场啊研究，你去甲讲伊啊，伊嘛听袂入去啊，伊的福分还袂够吼。所以先都甲人讲，咱若会当来坐伫遮开法会，爱受已经受几世啊？敢知毋知？已经受5世啊！咱拢毋相信吼，互我相信吼。好，安尼互我来甲咱讲第2点，因为修心吼太难了。我只是叫咱做参考哦，互我嘛是咧修，但是哦，我甲讲互我有进步啦，有一点点的进步。还有进步的空间吼，咱互相来勉励，咱爱听一摆，你就爱学一寡物件，听过一课，无得，坐大只嘛无轻松，你阁无学着物件，太吃亏了吼。上我们爱摕一寡法回去，发报倒转去，咱目前厝内等下伊会可能讲出一法报互人，咱来加查看吼，加查看，好，我来甲咱即个。报告第2点，板的警醒。因为我今仔日吼已经讲第2场啊，所以爱加啉茶啊。辛苦。我即世人吼真正毋捌讲过一工讲2场的，所以人爱训的无，爱训的，即届若练过，后摆爱无问题啊，所以练，因为这叫板的啊。互我实在受亏啊，嘛无甲调课啊，嘛无甲花啦，拢总无啦，就乖乖安尼啦吼。相信来当完成，伊4点已经够啊。办得真心哦，你办得咱就较了解，办得就是安怎动起来哦，有时阵就行李箱就爱拖，就爱坐飞机啊，就爱飞出去啊哦，是台湾专线走透透哦。有时操到足忝的安尼就有影，但是爱尽心无，爱尽心嘛。你伫台顶讲到吼有气无，咱讲啊烧声迄种的，
笑。啊，若做你认真听哦，这拢要去接你。你若拄着人无咧认真听，讲甲骚声，佮讲甲无，讲甲喙干，安尼爱真心无？我真正有体会经验的吼。啊，毋过有一个秘诀，就是爱啉茶啊。爱啉茶，啉茶。好，这个办道足简单的，这毋免讲伤济，因为大家拢会当了解。你会当办，你就尽量办。办道就是一种配合的问题。咱的大主、咱的地传师、咱的副前人、咱的前人吼，咱啥物工课，你着甲伊讲好，安尼就对啦。甲伊讲好，啊，小可勉强袂要紧。啊，你若会当做，你阁毋做哦，你等着想。啊，若是做勉强，会参详一不要紧。你像我有时就无法度飞泰国嘛，吼，我拢甲负责人处理讲，互客无法度去泰国，伊敢会甲咱安怎买？伊讲安尼好不要紧，阮泰国甲你讲。啊，做困难的会当参详，安尼敢有做歹做？嘿啦，天恩师德呢，你会当做偌济，你着配合尽量去做安尼尔吼。伊毋是看咱做偌济，伊看咱即个心安怎想。你安怎咧想即件代志？所以，咱老师有一届来哦，伫鞋仔甲咱讲安尼：三朝大事谁来办？结果你班咧5、6班干嘛会晓伊？来，或者出题，或者是好一个印得出来，偶尔啦，有人会印出来笑的啊哈。师徒共办，所以咱办道内底是有师的，有师有道。老师拢是真正借着代表书，借着点传书，用伊的金锁匙开咱的窍门的，所以咱叫开窍。所以有求道的人吼，心上的根就共款啦。啊，若有修咧吼，人讲你厝咧吼，大厝就化小厝啊，你若着去求，普通时仔都拢有咧收钱啊。你若会读册，敢着到考试啊，着读上万啊！迄普通时仔都拢读甲有够熟的。学长若为100就90块啊，为100就90块，敢有即种来说？有啦，上济甚至哦，迄大课拢考满分的人安怎咧读？啊，其实是拢爱练啦，爱修啦吼。啊，咱嘛共款啊。人讲看着办，咱来学甲即个有道，即个道场，然后咱伫遮学的，咱带转去厝内，伊习惯啊，哦，斗用啊，斗用。咱千万毋通哦，来阮斗做哦，啊，若等于厝的无，阮看咧做。若等于厝，阮阿嬷会做，阮爸爸会做，阮妈妈会做哦。迄啊慢慢了解。若像以后我的经验嘛，咱分堂学的，啊，直直上就是一下做出去。安尼呢？安尼你就会感受到道尊极贵，道真正有够尊贵的。有一个人吼，迄性命全有价摆起来啊，毋是囥伫荣华富贵尔。咱的目标是富贵在天，对，同住天寒啊。哦，迄实在是一个足悬的理想啊。哦，啊，人佫讲哦，富极美天哦，啊，迄个人莫讲啊，你讲享受来讲迄种的啦吼。啊，有享受就亲像无享受嘛。那么，伊必须爱伫。不是啊，你就是先做咧甲咱注意啊。你若想要天上的各位，你爱做道场的马牛啊，爱付出啊，爱办的啦。互我即摆看到即个负责人太太金主，我介绍着一个真正爱学习的人吼，伊安怎咧？伊勇敢啊！啊，伊住伫下呢，我住伫高雄，普通时也有咧练，都是我出国哦，有相聚的机会。啊，有时伊外出边呢，伊讲走伊来讲叫伊讲三道，迄办道办几工的吼，办道办几工，走伊讲三道，啊等下伊吼，就下是咧副，这敢是叫副业。副业。伊甲我讲哦，学照甲你讲，我就会调啊。安尼若咧办咧，若互我真正，你若互我就讲。无法度爱参详，伊毋是呢，咱等下可以去讲三宝，咱会先专心的去等下哦，互我真正
前辈才，互我大家出国拢去学真人物、真人点传属于感动着，是事实的。啊，咱拢毋知影伫国外吼，办道的辛苦，啊，咱互我是看在眼里，是事实的啦吼。所以是真正尽心尽命咧拼安尼，因为吼师徒共伴。啊，免烦恼，咱的老师伫咱身躯边，啊，互我若有吼前辈遮咧课，拢免烦恼吼。哇，这个我会感觉很幸福的感觉啊哈。所以这是办道。有一句哦，三朝大事谁会办？不会也得办。这是互我感动着的一句，因为我咧啥物拢袂晓啊。啊，不会也得办哦，自从老师讲即句了，互我变较乖。咱若咧叫互咱拢讲好，真正有变较乖啦，啊，咱来学啊，袂晓来学啊，啊，惊食苦来吃啊，啊，惊抄笔就天天互人抄啊，无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啦，是事实的。咱的功夫永远拢练袂出来，所以一般的提醒来讲，互我用即句叫咱做参考啦。你较袂害着，你自然就会办到啊。互我就听着就较乖啊，啊，就较会配合安尼吼。佮叫咱参考一句，其实办得无所获得，只有心得。所以互他满满的心得是由办道而来，是事实的。因为办道拢付出了，哪有咧直直的？没有啦。但是哦，国外兄弟姊嘛真正哦，足热情的，会送一款物件是有啦。但是安尼嘛是真正是袂好啦，若是为着我物件，是内心的一个心得，真正是心得满满哦。要见证你讲的有啊吼，迄咱是真正足宝贵的物件。啊，这句话啥讲？这老师讲的呢，这毋是我讲的哦。然后他说了不算，啊，若是咱师父讲的，说了算，安尼啊，上天说了算啦。好，已经3声哦，最后甲咱讲结论吼。老师甲咱讲，办修德爱忍辱，因为咱功夫袂到了，所以爱先学会晓忍辱，但是毋是硬忍的迄种哦。所以咱普通时啊，若无认真学习，硬忍了认真，硬忍的人拢会有迄个身体上会有障碍，所以咱必须要学着功，会当吼法音缠绕在这个脑海中流转。这句话咧，当时讲了之后，互我就学起来哦。那法音缠绕在我们的脑中去流转哦，叫法轮的上转。就讲互我要上去啊，我就想着老师讲的话，我们要低下头，我们委屈自己，圆融十方哦。你若忍袂落，你的功夫就对了；若忍袂落，业上加业，罪上加罪。哇，迄业毋知要到时阵才会当做一个解脱吼，这是修道。啊，若办道嘞，爱精进，在精进中，才会得到更加侪心得。啊，迄是累积咱上天甲开智慧的步数咧。咱若去阿里山，咱敢知影嘛？一步一步，一骹步爬天咧。我咱会甲你安呀，会甲你在咧自信难保诶。小火车若载你话，你也是爱家己行哈。毋是有一个功课吗？去阿里山，哦，啥物话？楼梯足济吼，伊就是过爬袂去哩啊。修办道嘛，亲像安尼，家己的功课爱家己写，分数上体要读，伊咧审人吼，毋是表面路安尼无效啊。看表面的无天龙日色，伊是无功夫的。所以咱若好啊，认真修道修心，办道真心，咱会放下万般的自在，咱会清净，咱会开启咱的智慧，会像心经所写的水的哦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所以这啊，咱修班会变安怎？咱请老师来甲咱做一个结束啦。老师甲咱讲。
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婚道一鞠躬，我们在这里热烈掌声感谢。